Hello， 大家好，終於又嚟到咗香港娛樂圈失蹤人口系列。首先喺度多謝大家嘅踴躍提名。我發咗 po 之後呢，見到好多人都寫低咗自己心目中嘅嗰個失蹤人口啊。不過好多人名我見到之後呢，都要上網 check 下呢位究竟係乜水。所以呢，你哋嘅提名有啲可能冇咁快做出嚟㗎吓。另外有啲觀眾朋友啊，仲唔係好理解呢個系列所謂嘅失蹤人口係指邊啲人物呢？呢度我再稍為講下，失蹤人口係指嗰啲退出咗娛樂圈，並且好長一段時間都冇出新作品，冇接受採訪啦，冇社交平台啦，或者就算有呢都好少 update 嘅，咁就屬於失蹤人口啦。舉個例子啊，比如徐子珊，我就覺得符合失蹤人口嘅呢個概念。不過呢期唔講住佢先吓。而唔符合失蹤人口嘅，比如張新月啦，雖然人哋已經退咗圈，但係你經常會 update 自己嘅近況，所以佢都唔屬於失蹤人口呢個範疇。不過我知道好多人都好掛住佢啊，咁其實我覺得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我可以另外開一期專門講佢嘅，而唔使放喺失蹤人口呢個系列。OK， 講咗咁多之後呢，我哋就正式開始今日嘅節目《香港娛樂圈失蹤人口系列》嘅第3期。今日要講嘅呢幾位呢，都係嚟自上世紀80、90年代嘅電影圈嘅。第一位林碧琪，一位好有傳奇色彩嘅女演員。林碧琪本姓袁，佢出生於1966年，屋企嘅背景唔算好，住喺九龍城寨吓，家中有6兄弟姊妹，佢排行第4，老豆靠維修家私為生。佢讀到中1就唔讀啦，性格非常之叛逆。咁啱呢，麥當雄嘅公司當時正喺度物色緊一位素人演員，演嘅角色亦都係不良少女。於是游手好閒嘅林碧琪啊，好快就俾佢哋睇中咗。因為呢個時候嘅林碧琪呢，食煙飲酒講粗口，飯飯都掂，好符合佢哋嘅角色要求。呢部電影就係後嚟好出名嘅靚妹仔啊！電影講述嘅係一班邊緣少女誤入歧途嘅故事。由於林碧琪本身就有類似嘅成長經歷，所以佢演起嚟咧都得心應手嘅，簡直做翻自己就 OK 啦。電影上映之後大獲好評，年僅17歲嘅林碧琪啊，就憑借呢部作品咧，一舉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，成為香港電影史上最後生嘅影后。不過咧，當年林碧琪並冇去領獎，公司嘅各種宣傳佢都極度排斥，唔願意配合。更嚴重嘅係，好快咧各種負面新聞就被爆咗出嚟，包括佢離家出走同埋未婚先孕。點解會咁嘅呢？其實啊，林碧琪係一啲都唔中意做戲嘅。當初佢拍戲嘅時候，因為劇情需要咧，佢要除晒衫拍攝。雖然重要部位都有遮住，但係佢仍然十分之反感。而對於自己嘅原生家庭，現實中嘅佢都想盡快逃離，所以佢先會表現得咁反叛。不過好好彩嘅呢，佢嘅男朋友同埋男朋友成家人呢，都對佢好好嘅噃。男朋友叫佛烈，係著名歌星杜麗莎嘅細佬。對於反叛嘅林碧琪，佛烈俾咗好大嘅耐心，令到佢改變咗自己嘅不良行為。兩個人結婚之後更加恩愛有加。自此林碧琪就退出咗電影圈，專心相夫教子。即使後嚟有片商高價邀請佢出山啊，佢都不為所動。直到2011年，佢出席杜麗莎一家嘅家族活動嘅時候咧，大家先至又見翻佢，似乎咧佢仲保養得好唔錯噃。喺第2屆金像獎最佳女演員嘅角逐之中咧，仲有一位才華橫溢嘅新演員馬思純。可能你對呢個名咧都唔算太熟悉，但係如果你睇過電影《投奔怒海》嘅話，你一定會對入邊嗰個年輕又倔強嘅琴娘啊印象深刻。冇錯，琴娘就係佢演噶啦。馬思純樣唔算靚，當年只得19歲嘅佢啊，就可以好純熟咁駕馭許鞍華電影入邊嘅重要角色，真係令人刮目相看啊！話佢才華橫溢，其實一啲都唔誇張。佢除咗識拍戲，仲可以擔當副導演嘅工作，而且佢仲識得填詞添啊！曾經幫過 Beyond 嘅2首歌填過詞。馬思純拍過嘅戲唔算多，不過呢唔少片段時至今日仍然會被大家攞出嚟分享。比如《貓頭鷹》同《小飛象》入邊，佢同楊紫瓊嘅呢場對手戲啊！你算乜嘢啫？喺學校讀完書出嚟又翻入學校，你見過嘅壞人最多咪隨地吐痰，喺 lift 度食煙，借人錢唔還。你俾人強姦非禮過未？你試過交保護費未？想唔想象得到一個15歲嘅人要養7個細佬妹，一個爛到阿媽，一個成日飲醉酒嘅阿爸係點㗎？而我個人比較中意嘅呢，係電影《聽不到的說話》入邊佢飾演嘅聾啞人啊，喺劉青雲面前用手語演唱分分鐘需要你嘅呢場戲，非常之感人嘅。在太空中兩人住，活到1000歲都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邊多樂趣。馬思純喺香港電影歷史上絕對係非常之稀有且珍貴嘅，小年紀咧就已經獲得咗2次金像獎最佳女演員嘅提名。如果堅持落去嘅話，一定會有更大嘅成就。
好可惜，進入90年代之後，佢就選擇退出咗呢個圈子，原因不明。據聞佢後來係嫁咗俾一個法國人嘅，有一個仔，現今仍然喺香港低調生活，不過好少出現喺公眾嘅視野啦。靠實力唔一定能夠闖出名堂，咁靠樣呢？黃美華因為外貌神似著名影后張曼玉啊，所以被媒體冠以翻版張曼玉嘅稱號。佢清秀嘅五官、甜美嘅笑容，以及一對標誌性嘅梨渦，令唔少觀眾對佢留低咗深刻嘅印象。黃美華早年曾經參加過1985年度香港小姐嘅競選，雖然最終未能奪冠啊，但憑借住出眾嘅外形咧，成功加入咗無線電視，成為藝員之一，並且參與過《歡樂今宵》等節目嘅演出。之後咧，佢離開電視台，轉戰電影圈發展。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嘅咧，莫過於1989年嘅《驅魔警察》。喺片中佢飾演嘅阿蓮一角咧，憑借住清純可人嘅形象啊，成功吸引咗唔少觀眾嘅注意，甚至有觀眾誤以為佢就係後生時嘅張曼玉。關於黃美華退出娛樂圈嘅原因呢，網上好少講到。不過作為曾經嘅同事梁思浩咧，喺佢節目度就講出咗其中嘅原因，咁就係黃美華適應唔到工作壓力。佢話唔係我唔拍嘢，係我拍唔到啊。梁思浩話，當年黃美華咧喺排練《歡樂今宵》嘅時候經常緊張到忘記台詞，壓力大到咗食唔落飯嘅地步。雖然無線有意栽培，但無奈咧佢真係適應唔到呢一行。於是到咗90年代中期，佢就逐漸淡出咗娛樂圈啦。樣靚唔一定可以撈出世界，但係如果因為樣靚而俾影迷記住咗，咁都不失為一件值得驕傲嘅事。我跟住要講嘅呢，就係黃文君。黃文君拍嘅戲唔算多啊，不過時至今日有一個角色咧，觀眾到依家都仲會記得嘅。嗰個角色就係女鬼小紅。喺戲入邊，小紅雖然身為鬼魂，但就冇半點害人之心。黃文君清麗脫俗嘅氣質，加上楚楚可憐嘅演繹，令到呢個角色散發出一種從傳統厲鬼截然不同嘅魅力。黃文君係嚟自新加坡嘅 model， 80年代佢嚟香港參加時裝表演嘅時候被發掘，之後就留喺香港發展，以拍廣告為主業，時不時亦都會接拍啲電影嘅。不過喺90年代之後咧，由於喺影視圈嘅發展唔係好理想啊，佢就翻到新加坡，從此淡出咗娛樂圈。下一位吳雪文。我諗老觀眾一定都會記得咧，佢同江華拍嘅《狼心如鐵》啊。但其實喺呢部劇之前，佢就已經拍過唔少電影噶啦，而且有唔少咧都係嗰啲尺度好大嘅電影。其實佢開始嘅時候係行清純路線嘅，不過一直都係半紅不黑嘅狀態，所以咧佢就選擇咗行脫嘅路線。我記得咧以前睇佢同梁朝偉拍嘅嗰部《韋小寶之奉旨溝女》啊。我係冇諗到喺一部搞笑嘅電影入邊，竟然可以見到吳雪文呢白雪雪嘅8月15啊！當時我以為呢部係合家歡電影啦，所以咧就同屋企人一齊睇噶嘛，結果真係好尷尬咯。其實我覺得呢部電影咧完全冇必要放啲咁嘅鏡頭。但係當一個女明星選擇咗脫之後呢，咁之後所有嘅片商都會想方設法要佢喺電影入邊繼續賣弄性感。同前面提到嘅嗰幾位失蹤人口唔一樣嘅係，吳雪文本身係想喺電影圈呢繼續發展落去嘅，但係無奈呢個圈子實在太黑暗啦。94年嘅時候已經修心養性嘅吳雪文，俾啲有背景嘅片商揾上門，要挾佢繼續出嚟拍嗰啲電影。吳雪文明確表示拒絕之後呢，冇幾耐就俾人捉咗去暴打一餐，據聞佢係被打斷咗2條肋骨噶，陰公。呢個殘酷嘅現實令佢心灰意冷，冇幾耐呢，佢就決定退出娛樂圈，去咗英國留學。講開吳雪文，咁就不如講下有觀眾喺評論區咧提到嘅另一位大尺度女演員許佩。不過同吳雪文好多時候做主角唔一樣嘅係，許佩大多數時候咧都係做一啲2、3線嘅角色。不過咧呢個女演員十分之敬業，即使係戲份唔多啊，佢嘅表現都好賣力噃。比如喺《香港奇案之吸血貴女王》入邊啊，佢同4大惡人之一嘅何家駒嘅對手戲真係拍得好精彩咯。同吳雪文一樣啊，只要一脫開咧，以後想轉型都好難噶啦。許佩之後拍開戲咧，基本上都係呢個類型嘅。問題係當年嘅脫星一大把，雖然身材可以啊，但論個樣咧，喺群芳爭艷嘅90年代，許佩仲係爭啲咯。所以即使喺一啲大尺度嘅電影入邊，佢都只能淪為配角，脫咗都唔紅，你咪話都幾陰功噶。99年佢拍完最後一部電影《聊齋之焰蛇》之後咧，就銷聲匿跡啦。OK， 今期嘅失蹤人口系列咧，講嘅都係電影圈嘅人物。下一期我哋講下唱歌嘅失蹤人口啊！如果你感興趣嘅話，歡迎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，拜拜。